每一間屋入面咧，開唔同嘅門口咧，就有唔同嘅應數係會出現啦。喺唔同嘅年份入面咧，亦都有唔同咧嗰個咧變數係會出現。唔同嘅生肖亦都會係同樣喺呢一間屋入面咧，有唔同咧就係呢一個磁頻效應咧，而影響咗你自己。透過 Ken Sir 研究咗咁多年嘅環境能量嘅話嘅結果咧，現在咧為大家講解翻咧喺嚟緊嘅2026年入面啦，你嘅生肖喺呢一個門口有啲乜嘢嘅事情去發生。今日同大家咧就係去講合到咧你嘅生肖咧就係屬鼠嘅朋友啦，所以屬鼠嘅朋友記得睇晒呢個 video。又咁巧你有呢個運氣遇到 Ken Sir 呢一個 video 嘅話咧，邀請你去幫手做一樣嘢，將呢個 video 咧就分享俾其他屬鼠嘅朋友啦，可以嘛？唔該晒，唔該晒。而家咧係第一次咧接觸咧 Ken Sir 咧係用生肖啦去配搭翻咧你嘅家居嘅門口嘅話咧，邀請你咧就記得就訂閱咗我呢一個 channel 啦。我呢一個 channel 咧亦都會為大家去講解翻咧好多唔同嘅資訊啦，透過你嘅生肖啦同埋咧你嘅家居嘅環境咧，發揮呢個環境能量同埋你自己嘅命格咧，我哋簡稱咧就叫做咧就係宅命相配。點樣透過呢個相配合嘅情況之下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可以發揮，但係咧未知道有啲乜嘢發揮之前咧，先話俾大家知咧，就係你屋企開唔同嘅門口有唔同嘅事情去發生咯。風水冇價講嘅，你嘅生肖亦都冇價講嘅。生肖配合咗咧，你嘅家居環境啊，亦都咧令到你有唔同嘅事情會發生咯。今集嘅內容咧就唔單止咧就淨係咧就講及到啦，就係你嘅家宅喎。如果你工作嘅地方都係咧開緊咧喺稍後同你哋解釋嗰個8個門口嘅其中一個嘅話咧，你都要注意翻咧入面咧所提及到嘅事情咧，你必須要注意翻啦。問 Ken Sir 啦，咁到底我點知道我家居啊，或者我個工作室啊，或者我工作嘅地方啊，我嘅門口開邊度啊？好簡單地咧教大家咧就第一件事揾個平面圖翻嚟。如果你係寫字樓嘅話咧，基本上咧喺防火通道入面咧一定咧有呢個平面圖嘅。咁如果你係家居嘅話咧，咁邀請你咧透過咧網上面咧唔同嘅搜尋器咧，你可以揾到咧就係你自己嘅家居嘅平面圖。咁你話可能我間屋啊有唔同嘅年代啊成啊，未必咁容易揾到，或者好多朋友喺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居住咧，未必咁方便揾到個平面圖。唔緊要，你用一個簡單嘅指南針，好簡單地咧就係咧喺普通嘅文具鋪或者咧普通小學生用緊嘅指南針。喺你嘅屋嘅中央咧就擺個指南針喺度，然後咧就去咧好似切生日蛋糕咁樣，將佢分翻做啦呢個8楷，分咗咧就係呢個南西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呢8個區域。將呢8個區域分咗之後，你就留意翻啦，你嘅門口即係你嘅工作室或者你嘅家居嘅門口係開喺乜嘢嘅區域？唔同嘅區域有唔同嘅效應係會產生咯。一個家居啦，或者一個寫字樓啦，除咗你本身嘅生肖之外，亦都有機會咧有唔同啦嘅同事啊，或者屋企人啦，有唔同嘅生肖。同一個單位、同一個門口有唔同嘅生肖，就會有唔同咧嘅效果係會產生。天地人啦，3個唔同嘅能量咧，亦都產生咧就互相嘅影響。所以咧，你睇咗呢一個短片咧，幫手咧就分享，讓更加多人受惠啊，幫到大家可以趨吉避凶啦。喺2026年咧 Ken Sir 有一個啦風水嘅優惠咧，去回饋翻咧俾我所有咧我嘅忠實嘅粉絲。假如咧你相信咧就呢個環境能量啊，可以幫到咧我哋咧去提升自己啦，運用咧我哋中國偉大嘅風水學咧，去幫自己達成一啲願望啊，一啲目標啊。直接啲咧去提升你嘅升職加薪啦，或者咧就係你嘅生意吸引到一啲優質嘅顧客啊，同埋優質嘅客戶，或者有優質咧嘅員工嘅話咧，你可以透過呢個環境能量咧去提升你嘅公司啦、你嘅家居啦，尤其是同屋企人嘅關係啦，亦都可以透過咧呢個環境能量咧去幫到你哋嘅。因為能量越大就運氣越好，你都想自己嘅際遇運氣咧在於你嘅掌握噶嘛，所以咧透過片尾嘅聯絡方法啦，微信 WhatsApp 聯絡翻 Ken Sir， 問翻有個乜嘢嘅優惠咧，去幫到你哋。呢個亦都係一個限時嘅優惠噶啦，細緻嘅情況你可以聯絡翻 Ken Sir 去查詢翻啦。
一間屋咧，除咗你自己嘅生肖之外咧，如果你同屋企人啦有其他嘅成員一齊住嘅話咧，任何嘅生肖咧開同樣嗰個門口咧，但係都有唔同嘅事情去變化咯。因為咧，我哋身上面咧嘅能量符號啊，即係我哋嘅12生肖啊，人人唔同，自然喺同一個門口入面有唔同嘅化學反應咯。今日咧為屬鼠嘅朋友咧講解，如果你個門口咧開喺呢個正北嘅話咧，咁啊恭喜你啦！你有幾個特質咧係會出現。第一，你嘅人際關係咧會係好好，亦都好大機會咧識到好多咧就係非富則貴啊，或者咧就係有財有權有勢啊有能力嘅人士咧就環繞住喺自己嘅身邊咯。再加上咧喺呢一個馬年入面咧，呢個啦和合數咧亦都應喺你本身自己嘅身上喎。但係一定要提醒翻，你會咧喺言語啊或者同喺行為上面咧小心咧，會令到人哋咧就不喜歡啊！重複係好重要嘅，呢樣嘢就係不喜歡你喎，因為咧你今年咧正北門咧，亦都係叫做歲破門啊，即係好容易咧就得罪咗啲老闆啊、上司啊就揸權人。雖然你識到佢哋，但係你要注意翻你自己嘅行為同埋你自己各方面嘅細節咯。唔好諗住咧識到咧就有着數，識到咧就一定做得成生意咯。你識佢，佢識你，但係未必代表佢一定係喜歡你噶嘛。有咁嘅機緣，應該諗下點樣咧去令到佢去同你容易相處，或者互相之間咧都有欣賞嘅地方，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咯。注意翻你嘅健康咧，會容易咧就係呢一個撞聾啦、體力不足啦，同埋咧就係呢個啦心跳上面啊嗰個咧就逼搏咧會跳快咗，令到自己有好大壓力咯。或者你檢查下自己個血液嘅問題啦。喺錢銀方面，你會使多咗好多，喺壓力喺呢個交朋結友啊、投資自己嘅外表身上啦。仲有提醒翻屬鼠嘅朋友咧，你開呢個正北門咧，係會導致你自己嘅體力係會下降啊，所以各方面要注意啦。屬鼠家居或者工作室個門口開正北嘅朋友，如果咧你係開正呢個正北門嘅話咧，記得留言咧就話俾 Ken Sir 知啦。等我睇下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可以幫到你啊！屬鼠嘅朋友，如果咧你嘅家居啦，或者你嘅工作室咧，個門口咧開正咧，就喺呢一個啦東北區啊，係東北區啦。你會發覺到咧，今年咧你自己咧做事啊，或者你自己咧會有好鬼多嘅變動啊。好多時咧會有呢個走嚟走去啊、驛馬啊、搬屋搬廠搬寫字樓啊，好多調動嘅情況咯。但係你又覺得咧一種咧就係孤寡嘅感覺，好似咧就乜鬼嘢都係自己一個人做晒，又冇人幫啊。而咧亦都喺度咧努力艱辛奮鬥之中咯。咁啊其實就唔使太擔心嘅，因為喺正呢一個門口咧就主要咧就幫你咧就喺呢個名氣上面去提升咯。所以咧喺一個新轉換嘅環境之下咧，你會感受到咧就係呢一個變化比較多啦。喺工作上面咧，你會咧容易係出咗名啦，好多人去認識你啦。但係咧你要記住一樣嘢咧，所有咧呢啲成果啊成就啊，都係透過你自己咧就擺心機啊、心血啊，同埋咧就匿埋咧去咧自己去處理咯。同埋你會發覺到咧，你處事啊，同埋好多工作咧環繞住你自己嘅身邊咧，你都要好懂得啦、靈活啊、彈性去處理咯。你嘅思想非常之敏鋭，但係有陣時過於敏鋭變成咗一份敏感，呢方面你要特別要注意翻啦。喺健康嗰方面嘅話咧，你會發覺到自己咧好鬼容易咧就腰骨痛啊，唔知你坐得耐啊，定係太耐冇做運動啦。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如果你係女士嘅話咧，注意翻啦，就自己個腹腔啦。如果你有計劃做媽咪嘅話咧，小心咧今年咧就會導致到咧你難以成孕啊。所以咧你要檢查好自己嘅身體啊，或者再簡單啲咁話俾你知啊。其實呢個東北門咧就咧對於女士嚟講咧，如果你真係要做媽咪咧，就比較不適合。你真係如果想要做個呢個媽咪嘅話咧，或者想咧孕育下一代嘅話咧，你要私底下聯絡翻 Ken Sir 教你去點樣做啊，去提升翻呢一啲能量上面嘅轉換咯。男士咧就係咧頭先都講過咧，就會有呢個腰骨痛啦、肚痛啦、腸胃差啦，同埋咧會發覺到咧就自己咧就係咧吞口水啊，都會咧有一啲咧就叫做喉嚨唔知有啲好似棘住啊咁嘅情況咯。留意下啦，屬鼠開東北門嘅朋友，屬鼠嘅朋友，如果你嘅家居、你嘅工作室嘅門口咧係以全個 floor plan 計算咧，
開喺呢個正東位嘅話咧，咁啊恭喜你，你嘅異性緣咧就非常之旺盛，亦都好多時咧就會咧好多人認識你啊，同埋容易去出到名，亦都好多人咧願意去扶持你咯。喺呢一個2026年入面咧，你嘅財運咧係特別旺盛嘅，亦都咧吸引到好多人咧去幫你去造就到咧你嘅財富可以提升。咁啊，無論你嘅工作啦係一個有利益啊，定係咧純粹一個義工嘅叫做發揮咧，入面咧都可以令到你咧有好多資源咧提升啦你同朋友之間嘅關係咯。因為咧呢一個正東門咧，亦都係咧喺馬年嚟講咧係一個叫做啦和合之門咯。對於咧屬鼠嘅朋友咧，你會咧就多咗付出嘅話咧，你就會多咗好多朋友。但係咧相反地都要提醒翻你喎，就係因為你過於多付出咧，好多時諗人哋多過諗自己，所以導致到咧自己咧就會有咧一啲咧就頭暈腦脹，過於付出，識得愛人啊，但係唔識得愛自己咯。呢方面特別要注意啦。喺身體方面嘅話咧，注意下咧就係咧你會容易有啲管道嘅阻塞啦，有啲淋巴啊。啲甲狀腺啊，如果男士咧就小心啊，可能會有機會甩頭髮啦。女士就注意下啦，你嘅下體啊，或者你每個月嘅週期咧，就會容易咧就有呢一個發炎嘅情況，或者咧就會有即係俗語叫做谷 M 啊，你嘅週期谷住出唔到嗰方面咯，咁啊導致有一啲內分泌失調咯。注意啦，屬鼠嘅朋友，家居工作室嘅門口開正東位嘅話。屬鼠嘅朋友，如果你嘅工作空間啦，或者你嘅家居啦嘅門口咧開喺呢一個東南位嘅話咧，係東南位啊，即係我哋八卦所講嘅巽宮嘅話咧，咁啊恭喜你啦，因為咧你今年咧就係咧好大力嘅發揮嘅機會啦。無論咧係好多呢啲事情咧個效果不如意咧，亦都可以透過你嘅執生嘅能力咧去幫到啦，就公司咧就力挽狂瀾，或者係幫到你自己咧嘅生意上面咧就可以咧化險為夷，即係簡單啲咁講就係咧可以咧就係兜得住補得到鑊咯。因為你今年有好多貴人咧去幫到你咯，喺呢個東南開門嘅位置，而你本身咧喺呢一個位置可以發揮到你自己嘅統籌力量啦，透過好多關係啦，穿插人群啦，令到更加多人啦去支持你同埋認識你咯。你亦都咧喺你自己嘅做事入面咧個原則性咧亦都非常之重，喺你嘅事業上面咧你亦都有自己嗰套原則，但係咧冇辦法，有陣時個效果唔理想，你就要去補鑊噶啦，呢個好實際。金錢運嗰方面咧，你今年咧亦都係好着數嘅喎，因為咧呢一個門口咧係可以幫到你咧，就係呢一個透過你嘅智慧，透過你嘅經驗，亦都透過你嘅執生能力咧，係賺到咧一啲咧你估唔到啦，一啲咧叫做咧正財啦、偏財啦，甚至有啲橫財咧都可以吸引到佢喺你自己身上咯。所以屬鼠嘅朋友好好地把握咧，就係呢一個東南區呢一個門口啦，亦都直接啲咁講，可以咧識多啲朋友，吸多啲貴人咧，環繞住自己身邊啦。開東南門嘅老鼠，屬鼠嘅朋友，如果你嘅家居或者你嘅工作室啦，開嘅門口位咧就係咧呢一個正南嘅話咧，你第一件事你預咗啦，因為咧正南門咧，正南就係今年嘅太歲位，而屬鼠你本身亦都係今年嘅歲破嘅五行。所以咧，你預咗一樣嘢咧，就係咧，你經常出入呢一個門口咧，都會咧引致一啲咧就麻煩啊、災難喺自己嘅身邊。再加埋咧流年咧有一個災星咧到呢個正南位啊，所以咧屬鼠嘅朋友咧，第一就會咧犯呢一個太歲。第二，亦都會犯呢一個五黃星，所以咧正南咧對於屬鼠嘅朋友嚟講咧係一個災難數嚟嘅喎，所以你特別要注意喎，同埋咧呢一方面你會令到你咧好多時咧同朋友之間咧就會有一個絕情啊、反面無情啊、不忠不孝不義咁嘅情況咧係會出現咯，亦都令到咧你喺金錢上面咧係會有不自覺地咧就流失咗啦。簡單啲咁講咧，就算你幾去睇實自己盤數都好啦，你都會不自覺地咧
就會使大咗咯。同埋咧係唔知點解咧會有好多咧就係人咧走嚟挑機啊、撩事鬥非啊、口是是非小人咧就圍繞住自己嘅身邊，再加埋咧就係咧呢一個屬鼠就子正南就午子午相沖嘅話咧，亦都會導致咧你嘅心臟啦、眼睛耳朵你嘅腎機能膀胱直接啲咁講咧就係咧你嘅叫做男士嘅雄風啦，女士咧你嘅嬌俏咧完全係發揮唔到咯，因為點解？人哋感覺到咧你嘅氣場咧就充滿咧就係呢一個針刺成隻刺蝟咁去保護住自己咯。留意下，你必定要化解咗嘅。如果唔係咧，你嘅家居或者你工作室咧開呢個正南門咧就有好鬼多麻煩啦，影響健康，影響你嘅關係，亦都直接啲咁講。如果你嘅寫字樓係呢一個正南嘅話，影響生意，影響埋你嘅升職加薪同埋各方面嘅發展啦。留意啦，屬鼠開正南門嘅朋友，屬鼠嘅朋友，如果你嘅家居或者你嘅工作室開嘅門口咧喺正咧就係呢一個啦，呢個斜角位喺呢個西南區嘅話咧，咁你要注意翻啦，因為今年咧你有兩大事情咧就會有特別咧環繞住你自己。第一咧，你會發覺到咧今年咧無論啦你點樣努力啦、艱辛啦、奮鬥啦，做完之後咧就得個吉嘅，真係空快樂啊！做去幾辛苦，流幾多汗水。真係有汗水冇薪水咧，就係今年咧其中一件應事啦。第二樣嘢咧，你會發覺到自己咧就好似身體比較差啦，同埋就係特別咧喺思維上面咧出現咗呢個迷失嘅狀態。仲恐怖嘅地方咧，不嬲同你好 friend 好好嘅老友咧，突然之間咧就離你而去咗，甚至乎鎖咗你 WhatsApp cut 咗你 Facebook 或者咧各方面嘅所有媒體咧都係咧會不聯絡啦，老死不相見咁，去到咁嚴重嘅狀態咯。因為你今年咧就喺一個西南區咧，就同呢個老鼠咧係極度係唔夾，再加埋咧你本身咧喺今年入面咧好多機會或者好多咧人哋咧暗地裏咧啲陰謀論啦，去盤算點去攻擊你或者咧拖你落馬都好啦。咁都你會發覺到自己得個你好醒嘅，你好alert到或者你好察覺到。但係今年咧你係咧懵盛盛隻頭食緊甜筒咧，就係咧完全唔覺得咧自己有呢啲問題咯。因為咧再加埋你自己本身今年亦都好有呢個叫閉關意識即係簡單啲咁講，就唔想見人咯，匿喺個山窿入面咯。咁呢一個係咪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法咧？但係好得意，屬鼠嘅朋友，你係不自覺地咧就會做咗呢啲角色，同埋有呢啲行為係會出現咯。但係又好得意喎，你嘅異性緣咧就好旺盛，但係佢冇用一樣嘢，你自己都察覺唔到。再加埋咧，你好多事情咧就會容易咗咧，就係小氣啦、計較啦、比較啦、中意説教咯，中意話人哋咯，對事情就奄尖咗咯。所以咧，西南門對於屬鼠嘅朋友嚟講咧，唔係一個好嘅門口嚟噶，因為你出現咗又克制又和合，就係和合住咧啲所有克制嘅人喎。咁你話悲哀唔悲哀？所以咧提醒翻啦，屬鼠嘅朋友，你開呢一個西南門咧，你嘅健康最嚴重嘅地方咧就係你嘅腸胃差啦，容易屙嘔肚痛簡單啲咁講，食幾多就噴翻幾多出嚟，一係上面噴，一係下面噴講得俗語啲。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你嘅思維有你嘅智慧完全發揮唔到，反面無情居多，呢方面特別要小心啦。屬鼠嘅朋友，門口開喺呢一個西南區嘅話，屬鼠嘅朋友，如果你嘅門口開喺呢一個正西區無論係你嘅工作室定係你嘅家居門口開正西嘅話咧，你會出現咗就係咧好有啦，就係呢個異性緣啦。而呢個異性緣咧圍繞住你咧就係咧琳琅滿目但係你記住一樣嘢，係異性緣並不是代表你嘅情緣多咗呢啲咧圍繞住自己嘅身邊咧，你就會咧諗一啲咧就係咧諗歪咗嘅嘢好即係咧記住一樣嘢，如果你有穩定嘅男朋友、女朋友有老公有老婆嘅話咧，如果你再去諗一啲諗歪咗嘅話咧，就會導致咧你喺金錢上面名譽同埋咧好多會破壞咗嘅事情咧圍繞住自己咯。再加埋你今年咧喺開呢個門口咧，吸引咧好多唔同嘅朋友咧走埋身邊咧，就會溜你咧去好多咧酒色財氣吃喝玩樂聲色犬馬嘅地方。簡單啲咁講，第一會嘥時間，第二會嘥錢。
點，第三就係咧，你會咧受唔住誘惑咧，就做出一啲出軌嘅行為咯。好好地一頭家，好好地一對情人，如果因為自己一時嘅慾念貪玩，導致有咧一啲破壞咗嘅過往建立咗咁多年嘅關係，幾無謂咧。喺事業嗰方面嘅話咧，你就好鬼奄尖嚇，同啲同事之間咧又好鬼多呢個挑剔啊！唔知係你挑人定係人挑你啦？啊，因為點解啊？你去挑剔人嘅時候，人哋都會挑剔翻你咯。而咧再加埋咧，你諗嘅事情咧就過於咧就諗緊咧就自己咯。所以咧，你會咧吸引好多咧口是是非嘅問題環繞住自己咯，亦都好容易咧就會整親自己嘅手腳啦、甩頭髮啦，另外咧就係呢一個手腳無啦啦會瘀咗啦，或者咧會導致有呢個血光咯，再嚴重啲咧就會有呢個骨折嘅問題啊，即係筋骨啲臼嚴重啲會有斷骨嘅問題會出現咯。如果你本身咧有呢一個叫做揸開車啊，或者咧或者簡單啲咁講你同我都有機會行出馬路噶嘛，就會容易咧有呢個交通意外咯。咁有人講笑咁講問 Ken Sir， 如果我俾人攞個嗰啲叫鐵車仔咧，即係細架啲小朋友玩啲飛中個頭嗰啲，算唔算交通意外咧？咁我只可以答你一句，你話咧嗰架係車嚟喎，個車撞你個頭喎，俾嗰架車撞個頭，你唔死都執翻身彩啦。所以咧正西門咧亦都會導致你有好多唔同嘅損失啦、聲色犬馬啦。簡單啲咁講，俾人偷走你嘅金錢、時間、關係咯。注意下啦，再加埋就係會流失埋你嘅健康啦。屬鼠嘅朋友，如果咧你嘅家居啦，或者你嘅工作室啦，或者你個 partition 啦個門口咧就開喺呢個西北區嘅話咧，係啦，西北位啦。如果你開呢個西北位嘅話咧，你預咗啦，今年咧你會有啲咧好想咧就匿埋唔想見人中意做呢個關人隱事啦。但係你都要注意翻，但係你又無可奈何地咧又要去接觸翻人，所以咧注意翻自己把口好多時咧會講嘢咧就會得罪人或者令到人哋係唔舒服咯。而咧你好多事情在於你心目中嚟講咧，你好想去學習啦，亦都咧好想去提升自己。因為咧，你今年咧有一個學習星咧就跟隨住你，亦都時常咧就好想咧就做一個領導嘅地位。雖然你本身可能已經做緊一個主管，做緊一個領導，但係你會覺得咧就自己唔夠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你有一個心志就係咧，我就係天下第一咯。好事嚟嘅，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必須要按部就班，同埋你要記住，所有人可以稱王稱帝，都係因為有人去擁戴，同埋有呢個實力去支持咯。你淨係諗咧，而去咧靠好多口述或者去一啲咧語言説話上面嘅欺凌啦，去踩低人想抬高自己嘅話咧，咁只會令到你得不償失咯，明白嗎？你幾着重又好，你幾多頭線感，你幾強嘅直覺力都好啦。如果咧你唔去咧打穩自己嘅根基話咧，結果咧，你所有嘅關係咧，都只係咧就係虛有其表啦，唔可以長遠去幫到你自己咯。而咧，你本身咧，其實你好擁有一個條件咧，開呢一個門口嘅話咧，可以提升你嘅地位啦，你做事又夠靈活啦，夠彈性啦，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途徑咧，可以幫你增加到收入嘅喎。但係如果咧你係一個職場嘅朋友咧，你就必須要咧去升職加薪，就唔好諗住咧用一啲咧台底嘅方法咧去賺啲台底錢啦，小心咧犯上呢個刑事同埋得不償失冇咗份工都好唔抵做生意嘅朋友，用翻你嘅正路方法去賺你嘅正財錢啦，明白嗎？喺健康嗰方面嘅話咧，你注意翻咧，你會容易有呢個肚瀉啦，或者咧就係呢一個屙嘔嘅情況咯。亦都注意翻一樣嘢咧，就係咧你嘅腦筋咧，係你好精靈，好想去學習但係你會發覺記事情或者咧就係咧點樣去運用點樣去呢個融會貫通咧，就略為咧有一點咧就係呆滯同埋塞車。因為你好簡單，屬鼠嘅朋友，你開正呢個西北門咧，你係欠缺飲水咯。所以咧，無論係工作室定係咧你嘅叫做家居，都必定咧擺定個水壺喺自己嘅身邊啦，提升自己嘅水分啦。你有足夠嘅體力先處理到咁多嘅事情噶嘛，明白嗎？呢一個屬鼠嘅朋友，門開呢一個西北區嘅話。